提到了客家传统戏曲，可以说是高龄74岁的张有才老先生一生的最爱。16岁他开始学戏，最擅长的是扮演丑角。不过如今张老先生更积极于将一甲子的戏曲经验传承下去。这精神呢，让张有才获得了2011客家贡献奖的肯定，也感动你我。表情不苟言笑，沉稳身段，看得出是戏班老练的班底。他是张有才，人称才叔，演客家戏将近一甲子。目不转睛盯着前台，才叔的眼神透出传承客家戏曲的使命和渴望。无论台上台下，无论丑角老生，半世纪的舞台经验，他要点滴交给下一代。这种那个亮相，一定要做了油拉来，哎呀，时间呢拉下来，我要背过一边撒起来，唱。74岁的才叔和这么一群平均才20岁的戏班学生，年龄并没有拉开彼此距离。年轻人在后台梳妆，一边嬉闹，每张脸孔随着演出时间越逼近，色彩越丰富。而才叔也在岁月留下痕迹的脸上，同样画上了2片粉红色的浓妆。因为传承客家文化戏曲，从里到外，剧情也好，打扮也罢，都不能因为时间流失客家味。每一个班，每一个演员就要依照以前的文化依照什么穿什么朝代，我们应该就要有存在才可以。这个服装就是小旦，拿出戏服仔细比划。从皇帝到宫女，演什么要像什么，老人家的坚持，贯彻客家精神的力道，让才叔屡屡获奖，连续3年拿下新竹社教馆颁发的最佳丑角奖，中间把机会让给别人，但再报名又夺奖，96年荣获客家新传奖，而今年获得客家贡献奖的殊荣。从白天到黄昏，唱戏的人在布帘后紧锣密鼓彩排演练。表演时间到，全神贯注，卖力演出。这是客家戏曲表演者的生活写照。74岁张有才过了58年这样的人生，丰富生命，他还要持续唱下去。58个寒暑淬炼客家戏曲的精髓。74岁的才叔积累客家文化的容量，台前为观众卖力演出，台下为传承无私相授。客家贡献奖是肯定，也增色感动时刻。